僕人敬聽三代經課，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，加拉太書3章23至29節。但這信還未來以前，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像被圈住，直到那將來的信顯明出來。這樣，律法是我們的啟蒙教師，直到基督來了，好使我們因信稱義。但這信既然來到，我們從此就不在啟蒙教師的手下了。其實你們藉着信，在基督耶穌裏成為上帝的兒女。你們凡受洗歸入基督的，都披戴基督了，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，不再分為奴的自主的，不再分男的女的，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。既然你們屬於基督，你們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，是照着應許承受產業的了。今個禮拜嘅新約經文係講述保羅展示律法嘅角色，係為咗引導人去到基督面前。信心嚟到之後，信徒就喺基督裏面得着真正嘅自由同埋身份。我哋無論種族、身份或者性別，都係因着信而成為神嘅兒女嘅，並且同基督同為後嗣，承受應許。當中有幾個學習嘅地方。第一，信心使人超越律法，進入恩典嘅關係。重複，信心能夠使人超越律法，進入恩典嘅關係。第二，在基督裏人人平等，冇隔閡同歧視。我再講，喺基督裏面人人都平等，係冇隔閡同歧視嘅。第三，我哋係神嘅兒女，亦都有責任活出基督嘅樣式。我再講一次，我哋係神嘅兒女，亦都有責任活出基督嘅樣式嘅。反思問題：我係咪仍然以外貌、身份、背景去評價他人呢？我再問多次。我哋係咪仍然以外貌、身份、背景去評價人哋呢？實踐行動，主動同一位背景唔同嘅弟兄姊妹建立聯繫，並且關心對方啊！我重複，主動去同一位背景唔同嘅弟兄姊妹建立起聯繫，並且去關心佢啊！讀經分享。今日咧，想同大家講下讀經裏面有陣時會遇到一啲排比句，或者一連舉3個例子咁嘅情況。我哋讀嘅時候咧，就唔好將佢一句一句一句，每一句都好似讀到5分好評咁讀出嚟。你要知道作者特登咁寫，好似第28節，不再分乜嘢，不再分乜嘢，不再分乜嘢。3句講出嚟，雖然係3個例子，但係其實係想話俾大家知，唔好再分乜嘢啦，唔好再分乜嘢啦，我哋唔好再分乜嘢啦，即係通通都唔好再分啦，因為我哋喺基督裏面都成為一噶啦。再去到29節，進一步推論，既然你哋係屬於基督嘅，你哋就係亞伯拉罕嘅子孫啊，係照住應許承受產業噶啦。我示範一次，如果冇理會呢個意思嚟讀嘅話，會係點呢？3章27節，你們凡受洗歸入基督的，都披戴基督了，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，不再分為奴的自主的，不再分男的女的，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。既然你們屬於基督，你們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，是照着應許承受產業的了。如果俾我讀，會點樣呢？你們凡受洗歸入基督的，都披戴基督了，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，不再分為奴的自主的，不再分男的女的，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。
既然你們屬於基督，你們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，是照着應許承受產業的了。如果你喺今日嘅經文有咩得着，或者對讀經想同大家分享嘅，歡迎你留言啦，我哋一齊討論下，彼此造就。願主祝福大家。